大家好，我係 Wilson，歡迎大家嚟到澳洲香港人頻道。上一集咧，我哋睇到咧就話推高呢個利率背後嗰個元兇咧，就係澳洲嘅低生產力啦、樓房嘅供應不足而引致呢個高租金啦。仲有咧就話種種嘅通脹構成。但係當呢個利率咧升到4.35% 嘅時候咧，咁啊出現一個怪現象喎，就係明明咧澳洲度度都需要樓嘅嚇，咁但係點解嗰個拍賣率咧就由80% 跌到去50% 咧？咁今集咧我就同大家睇下咧啲買家究竟去咗邊度，市場又點樣自我調節？嗱，呢一幅圖咧就顯示澳洲嘅首府城市嗰啲需要供樓嘅人啊，佢哋嘅按揭貸款啊，佔佢哋人工嗰個百分比喺過去10年啊嗰個走勢係點樣？藍色線咧就代表獨立嗰個供款啊，佔嗰個人嘅收入嘅百分之幾。橙色嗰條線咧就代表啲 apartment 啊，佢嗰個供款佔當事人收入嘅百分之幾。喺2016年嘅時候咧，要供一間獨立屋咧，大約就佔佢個收入咧嘅38%。到疫情嘅時候咧，嗰個利息咧就跌到超低啊，只係2.4%。當時啲人供樓啊，只係佔佢收入嘅28.5%。咁大家唔好以為當時嘅樓好平喎。呢一幅圖你就睇到咧，其實當時嘅樓價係極高嘅，但係市場嘅反應咧就完全唔在乎啊！啲人咧就唔怕你啲樓咧升得幾高，次怕咧就係自己供唔起，因為當時嘅供款啊，就算係獨立屋咧，都低過呢個澳洲住房城市研究中心嗰個30% 嘅警戒線。咁但係當呢個通脹一嚟嘅時候咧，RBA 就開始加息啦啊！咁呢個供樓嗰個比例咧，嗰條藍色同埋橙色線咧都一路上咯喎嚇，咁到2023年咧，嗰個獨立屋嗰度已經係升到去41.2%。咁當一超過40%嘅話咧，成個市場咧就會有質嘅轉變。咁大家唔好以為咧呢個30%、40%或者50%咧係隨便估出嚟嘅喎嚇，因為銀行審批貸款嘅時候咧係會睇下你咧喺供完樓之後啊，你仲有幾多 disposable income 咧去使錢。當你嗰個供樓比例一超過40% 嘅時候咧，銀行就會視乎係一個高風險嘅貸款，佢嗰個借貸額咧就會即刻收緊嘅。咁所以好多人咧，佢就算自己供得起啊，佢以為加息啊，每個月都係多幾百蚊啫。咁問題咧就唔係話你供唔供得起，而係銀行喺嗰個情況咧就開始收緊佢嗰個借貸。咁呢幅圖咧就顯示咧30% 咧就係澳洲統計局同埋呢個澳洲住房城市研究中心佢哋嘅警戒線嚟嘅，40% 咧就係銀行嘅供款警戒線，50% 咧就係澳洲儲備銀行咧視為極度嚴重供樓嘅壓力線嚟嘅。呢個壓力線影響咩嘢咧？就係話以前呢一個家庭咧可能佢可以籌到100萬去買樓嘅。咁但係當呢個利率一上升嘅時候咧，銀行咧就會重新去計算咧嗰個人咧每一個月啊，佢可以負擔嘅供款係幾多？因為銀行背後嘅監理局咧係要求銀行咧係進行壓力測試嘅，所以銀行咧就會大幅收縮佢嗰個借貸。咁個現象咧就話唔係啲買家唔想去買樓，而係咧啲買家再借唔到以前足夠嘅錢去買樓。好似呢幅圖咁啊，當呢個利率未升高嘅時候咧，一間市值100萬嘅屋咧，咁可能有人咧係投標95萬啦、98萬啦、99萬啦、100萬啦咁樣。但係當銀行一收緊借貸嘅時候咧，同樣一班人佢可以籌措到嘅錢咧，可能得返70幾到80萬。喺咁嘅情況去買樓咧，就出現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咧就係啲業主企硬點都唔肯賣㗎啦咁啲業主唔賣咁嗰啲買家佢又真係需要住房喎咁佢就會退而求其次啦。咁買唔到獨立屋嘅人咧，可能佢就買 townhouse 啦，或者話買 villa 啦。買唔起 townhouse 嘅人咁就買 apartment 啦。又或者話以前想買3房 apartment 嘅人咧，依家就改為2房啦。咁呢一種現象咧就稱之為咧產品替代product substitution。呢幅圖大家睇到咧，喺過去12個月，因為啲獨立屋嘅價錢咧確實係太貴，獨立屋嘅價錢咧開始慢慢下調咯。而 apartment 佢嗰個供款比例咧仍然喺呢個30% 度，咁啲人買得起啊嘛，所以咧啲人就 shift 咗去買 apartment。你見到 apartment 嗰個價錢咧微微咁樣調升嘅喎同呢個獨立屋係啱啱相反嘅。好啦，咁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原本企硬嗰啲業主咧，因為見到冇人承接佢自己嗰個價錢咁個業主咧冇辦法啦，就唯有焗住調低佢嘅價錢去迎合嗰個市場。所以個買家其實就唔係消失嘅，買家只係被逼咧
去買啲較平嘅代替品，買家 shift 咗去買啲較為平嘅嘢咧，就會令到喺高價市場嗰啲業主咧，佢就要焗住去調節佢嘅價錢，去迎合市場嗰個需要。講到呢度，大家開始明白咧，就話當銀行開始收緊借貸嘅時候咧，即刻受影響嘅咧，唔係樓價，而係個成交。咁跟住呢幅圖咧，我哋俾大家睇睇咧，過去10年啊，樓價同埋成交兩者之間嘅關係。藍色線咧就代表主要城市嗰啲住宅嘅中位數即係獨立屋同埋 unit 咧兩者嘅平均數。橙色條虛線咧係平均嘅拍賣率。咁喺2021年呢個 Covid 尾聲嘅時候咧，澳洲嗰個拍賣成交率咧係接近80%嘅。咩意思啊？即係話10間屋攞去拍賣咧，有8間係成功嘅。呢個代表咗咧啲人爭住買。但係之後 RBA 開始加息咯喎，一加息咧個借貸能力咧就開始收縮，咁你會睇到咧嗰個成交率咧就開始下跌雖然成交率下跌喎，但係啲樓價咧係仍然係繼續上升嘅，去到2026年咧就跌到去50%。大家睇到咧成交率咧往往係樓價調整嘅先鋒嚟嘅，而樓價咧係一種滯後嘅現象嘅。咁去到呢一度咧，我哋就開始溫一溫呢2集我哋睇過嘅嘢。我哋關心嘅當然係樓價啦，但係樓價其實咧係喺成套拳裏邊最後嗰個結果嚟嘅最初影響佢咧就係通脹。呢個通脹一發動嘅時候咧，咁呢個 RBA 咧冇辦法咧就焗住要撳低佢，咁加息咯喎。一加息咧，銀行咧就即刻收緊嗰個借貸率。一收緊個借貸率咧，樓價未跌，但係嗰個成交率就即刻開始 drop 嘅。Auction rate 一下跌嘅時候咧，咁樓價咧就遲早跌啦因為同樣一間屋爭嘅人少咁你點可以切高嗰間價咧？所以真正影響樓價咧，從來都唔係樓價自己可以影響自己嘅，而係前面呢4個齒輪咧一路引導佢嘅。所以我哋觀察樓市咧，就要觀察你前面嗰4樣嘢。咁下一集咧，我就會同大家睇下咧10年嘅樓價睇下喺呢個表面樓價裏邊佢嗰個真實樓價究竟係升咗抑或跌咗。仲有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咧4大銀行佢嘅預測幾時呢個樓市先至係雨過天青。好，咁我哋下一集見，多謝大家收睇，拜拜。